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话说前2天网上有网友爆料说，四川石棉县这个希望小学他们采购照相机叫松点相机单反，这个中标价格是14050，但是有网友在网上他一搜索，发现该款松点相机网络售价仅631元。这个问题一发到网上之后，引起网友的热议。也就是说，他网上买只要631块，你咋中标价格14000？这差了20多倍。这还不错，这个希望小学同一批采购的还有一个叫除颤仪，叫麦邦除颤仪，中标价是29500块，将近3万块。但是目前在网上查到这个网购价11000块，要多少买多少。这个一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大家看视频。同样的钱到了四川石棉县希望小学账上，突然就缩水了。最近曝光的2笔采购让全网炸锅了。中标价14000的松点相机某宝只要631块钱，除颤仪采购价更是接近了市场的近3倍。网友直呼这太离谱了，这钱花的简直是把慈善当儿戏了呀。更魔幻的是供应商的回应，说相机不达标，所以补买了2台。那当初是怎么中的标呢？除颤仪2年就价格腰斩，教育局的正在调查公示牌挂了快1周了，至今也没个准信儿。记者还扒出更夸张的，全校1800人却买了8400个定制的餐盘，多出了整整5倍。这到底是灾后重建还是灾后发财呢？希望小学本该是山区孩子的希望灯塔，现在却成了天价采购的重灾区。要知道，多少人每天给支付宝小鸡喂食，就是为了捐个鸡蛋；多少家庭省吃俭用支持教育扶贫。14000的高端相机说是用来宣传的，咱们现在用手机拍短视频的不香吗？这些钱能够买多少书本桌椅，构建几个图书角了呀？慈善不是唐僧肉，更经不起暗箱操作。我们不要正在调查的拖延战术，要看到完整的招标文件、评审记录和采购清单。当公益蒙上了灰色的阴影，伤的不仅是山区孩子，更是千万捐赠者的赤子之心。这个事儿不查个水落石出，明天谁还敢为希望工程捐鸡蛋？不过我看了一下石棉县希望小学，他做了一个回应。石棉县教育局通过石棉县融媒体中心发了一个叫关于石棉县希望小学设备设施采购项目标价不合理等贴文的情况说明。咱们看看这官方是怎么解释的。他说，近日网络上关于石棉县希望小学设备设施采购项目标价不合理的贴文引起部分网友关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为满足日常微课录制等教学需求，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石棉县希望小学作为学区领办学校，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采购相机等一批教学设备，供领办学区内多所学校共同使用。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教育局委托他们石棉县希望小学来采购，他是领办学校，完了这个照相机就放他这儿，其他学校要用来借，也是这几个学校共同用这个照相机。他这种解释，那网友就说了，那跟你的招标价、中标价有什么关系？你是4个学校用，还是1个学校单独用？跟价格没关系。在2023年11月说，货物交付时，石棉县希望小学发现供货商提供的相机与采购使用需求不符，拒收该相机。经与供货商协商后，供货商将相机更换为中标价、价值和使用要求相符的相机，经组织专家验收，符合合同约定标准。2024年7月，纪委监委获悉相关情况后介入调查，认定该项目采购过程中存在审核不到位的情况，并对相关人员给出相应处理。下一步，我们将举一反三，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全流程监管。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和监督和支持。如有相关问题线索反映，请到石棉县面谈或与我们联系。石棉县教育局2025年3月25日。他这个情况说明，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什么感觉。总之我是云里雾里的，我不太知道他要表达什么。网友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个松点相机网上标价只有600块，但是你的中标价是14000，同型号的，你把这个解释一下。我们通常的逻辑，咱们招标投标，对不对？他招标，学校说我要采购一批相机，这个相机的需求功能我把它列出来，他还要支持国产，这个大家懂吗？好了，
他有的招标他可能会指定品牌，我就要这个牌子的什么型号，有的恐怕就不列牌子，反正我要求要什么样的功能，国产，你们报价是不是价格最低的达到需求，但是报价最低，是不是就中标？那你松点相机这一款网上如果是600多，因为网上价格便宜点，咱们给它放宽一点，就按1000算吧，你按2000算，那一定是报价接近2000，或者报价越低的它越容易中标。你招投标怎么能说咱只要贵的不要对的？你也不是富豪，肯定追求极致性价比招投标嘛。那为什么你这么一招投标之后价格还贵了呢？那这招投标目的何在啊？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没有把这个解释清楚，你怎么通过招投标能把这个价格还招上去了？应该把价格招下来。我看媒体报道，这是石棉县希望小学。这个希望小学一般是公益性的教育机构，运营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和政府，大众对公益项目进展、公共资源合理利用那是格外关注。更有媒体说，全校师生就1800名，但是他买这个餐盘居然超量采购5倍，这是为什么？难道是1800名人家不给做是吗？个数少了，这个起定的要求就是8000或者5000。厨房设备采购、定制餐盘，餐盘都不是一次性的，它都是重复利用，你收回去洗，接着发，回去消毒，完了之后，那你要搞8400个，为什么？你一共才1800名师生。那还有网友就质疑了，他说你一个小学，你为什么用那么好的单反相机？你要上什么课啊？这个质疑也很有道理。这个你看，咱们做自媒体，拿个手机就开始拍，也不影响。很多网友知道，我最早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刚做节目的时候，我那个 iPhone 6已经用了6年了。它惨到什么程度？那正好是口罩期间，口罩期间大家知道，它逼着你必须的拿手机，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扫码，完了要展示你的什么行程码、什么绿码、红码、黄码。你到银行，你干什么？进车站都得扫码。我那个 iPhone 6到什么地步？就已经你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它马上就死机，转着就不动了，只好重新开机。我把我手机里面能删掉的应用全删掉了，就是减少内存，就已经到这地步了。我一打开微信，那个微信就是在转圈，就表明有消息来，但是它半天就来不了。就这样，我还坚持用 iPhone 6拍节目，一直拍到2022年的11月份，一直坚持拍了1年多，再换的苹果14。为什么？因为我花的是自己的钱啊，我花自己钱，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就我苹果6后来实在是不行了，你一充电只能管1个小时，而且啊，有一天晚上它好像电池还鼓包，把那后盖差点都鼓出来了。我去维修点，人家给我换个电池200块，就这样我又坚持用了1年。因为你花自己的钱嘛，我如果是花了别人的钱，我随便花，那我恐怕就我早就换个新的。你又不是胡锡进老师搞人体摄影，你要那么好的手机干啥？你要那么好的相机单反，还花1万多，他无非就是拍拍照片或者拍个视频。这说来说去，本质上就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如果花别人的钱还能赚钱，那就玩命的花。这也是加德老师为什么提倡搞集体啊？维维老师为什么提倡说把放到大头那儿？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把大家的钱放到大头那儿，他来管，那不就是他的钱吗？加德老师最近的这个表现已经是一览无余，自己应该交给国家的他玩命不交，偷逃税款，想方设法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把自己的企业打扮成一个小微企业，想偷逃税款。就这个他逃税75万，个人该交的他也不交，号召大家你们把钱放到集体那儿，咱们搞集体，把钱放到大头那儿，我来管，我爱国，我正能量啊。他管18把也管成跟这个石棉希望小学一样。加德老师为自己采购尿不湿，他能本来这个2块钱一片，他能搞出200块一片纯棉尿不湿。这就是我为什么我是拒绝什么捐款我都不捐，你说的再惨我都不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故事越惨，越有人要从中赚钱。你捐的钱，你以为你给那个受害者了，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实际上需要帮助的人他只是个工具，你只要把钱捐出去了，给了谁不知道，谁花了你也不知道，这妥妥的就是个智商税。那我为什么要交智商税？所以坚决不捐，1毛钱都不捐。你捐了钱，你看看600的相机他就要1万4去买，大家都知道，你说600 1万4之间差价1万多，这1万多这个利润怎么分配？难道是招标的公司能拿走吗？招标的公司也只是干活，招标的公司把中间的差价拿到手之后，大部分是要给相关人等。有人就说了，说你这说不对，我们有监督。你看看加德老师每天义正言辞的要自我监督，他那一套不就是自我监督吗？
谁监督他？他每天在自己胸口挂个小牌牌，那个小牌牌是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我们要自我监督。你看，自我监督的结果就是加州老师偷税漏税，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血一般的教训。为什么很多人他不能醒悟？你老相信自我监督、自我约束，那是反人性的。连加头老师这样的正能量，他都没有办法自我监督。他在守法和犯法之间，他选择了犯法。自己的影视公司够不上小微企业，他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小微企业，偷逃税款，这不是蓄意吗？这是故意的，这就是违法。你还指望着他监督，他应该交给集体的，他都不交。你还指望他去看集体的那些钱，把集体的钱交给他去管，你还指望他能监督？他监督自己。这个弗里德曼不是说过吗？叫花钱矩阵理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你看，就我花钱给自己买手机、拍视频，那就得讲节约，又得讲效果，不会乱花。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那是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也就是能少花就少花，达不到效果糊弄。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那叫只讲效果不讲节约。拿别人的钱啊给自己办事，那是只讲效果的。这就像这个加州老师拿集体的钱给自己买尿不湿，那他肯定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对吧？那加头老师如果他帮普京采购一批尿不湿，花集体的钱，那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也就是普京尿不湿效果也不好，完了加头老师还从中赚钱。所以我的经验是，大家记住了，但凡让你把钱往一个地方交的时候，就集中起来，讲个什么故事，或者讲个什么悲惨的故事，或者讲个励志的故事，或者是讲个什么崇高的理想，总之让你把钱放在一个地方集中起来使用，这个你就得小心。不光钱，还权力也一样，把权力集中起来。所以说网上这些人这个观点主张好还是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进步还是倒退，你就看一点，你看他是不是要求集中。如果他要求把钱或者是把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这恐怕你就要小心了。我觉得马斯克啊生错了地方，他在美国搞这个政府效率部，搞这个马斯克变法，搞到现在没有实锤，你到现在还没有法办一个人，你没有拿着证据嘛，还没有走司法程序，这部分说明美国恐怕你很难抓到真正的有犯罪记录的，就贪污的。马斯克如果在咱们这儿，那他早就叫成果非常丰硕，一抓一大把，都是要真凭实据，对不对？实锤。你说这个600多的相机，或者你14000去买，你这玩意儿要让马斯克知道了，马斯克那叫如获至宝，这实锤。你看马斯克在美国搞的那些，天天在推特上面 X 上公布，最后是不了了之啊，发现自己搞错了，要么就没证据。我们再看一个离奇的事情，这个离奇的事情跟咱们这个医药有关系。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一个电话救命药涨价20倍。救命药什么意思？大家经常用的这种用的比较多的，又是这种急救的药，结果这个药因为一个电话居然涨价20倍，全国都涨。谁有这么大能量？最近上海市监局开出了总额2.23亿的罚单，市场监督局罚2.23亿，罚了谁？说这一次不仅在企业端反垄断，而且追究了达成垄断协议的个人责任。这次的反垄断是因为一款药叫甲硫酸辛斯迪明注射液，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说的特别拗口，实际上就是用于手术结束时非去极化肌肉松弛药的残留阻滞抗结，大概其我理解就是抗麻醉类的这种药。也就是说你手术的时候不要打麻醉吗？麻醉它恐怕有残留，就导致你肌肉是不是紧张收缩之类的，严重的可能导致你呼吸衰竭、心跳停止。这个时候如果注射这种叫甲硫酸辛斯地明注射液，那恐怕就让你肌肉能恢复，让麻醉消失，应该是这么理解，消除肌肉里面的麻醉残余的。那大夫根据你的情况，手术结束之后，他恐怕就要注射这种东西救命，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救命药，但是它用量在使用恐怕也不会太大。这款药这个品牌比较多，厂家也比较多，但是进入国家机药目录的有3家，哪3家？上海信宜、河南润红和浙江仙居。其中浙江仙居的这款药是成都汇信医药经营的核心产品。2020年1月14号，这款药在山东挂网申报，上海信宜的一位郭经理指使手下给另外2家经销商打电话聊价格问题。也就是说，进入医保目录的一共就3家：上海信宜、河南润红和浙江仙居。这3家在山东挂网报价的时候啊，上海信宜的
销售经理就给另外2家打电话，这个要命的电话，打电话干啥？聊价格问题。说这个时候上海信宜准备报价79.33元一只，它涨价了，希望另外2家也涨价。你说大家集体涨价，这谁能不同意呢？于是河南润红和成都汇信把自己手里规格1毫升、0.5毫克的药分别涨到了36元每只和35.8元每只，你看价格非常近。也就是上海卖79，是因为它这个规格那个容量大一点，正好他们3家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是每毫升多少克，主要是剂量。价格报完，上海信宜发现自己报价比另外2家稍微高那么一点，于是最终报价由79.33元一只改成71.5元一只，这样综合算下来就比另外2家差不多。改价格之前，这款药卖多少呢？同样规格，信宜是卖3块5毛6一只，润红是卖1块7毛8一只，汇信是卖1块6毛8一只，也就是跟他们涨价之后涨了多少倍？涨到36块，那就是涨了至少20倍。就这么一个电话，这个救命药就提价20倍。那么涨价先从山东开始，之后全国各省报价基本按照这个价格来，而且各家还分割市场，成都汇信占领民营医院，而另外2家共用一个省级供应商，按原来的份额直接分割公立医院市场。你看，也就这么说，也就是这3家坐到一起商量了，开始分地盘，价格咱们说好不要互相竞争。你看，他们做到了不内卷，没有互相压价，反而互相抬价，大家分地盘，这个市场是你的，那个市场是我的，民营医院你进，公立医院我来，划分的还挺详细。但是大家也知道，那谁还不想多赚？你虽然刚开始划分这样大家觉得合适，后来搞得就乱了，就像那黑社会抢码头或者抢地盘是一样，搞着就互相抢了。后来因为市场份额分赃不均，3家最终闹翻，但是药价却没有能回到当年，也就是3方虽然脸撕破了，闹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价格调回到过去，大家都没有选择打价格战。你看看，就是不卷，靠着大涨价，上海信宜在2023年实现销售总额25.17亿，违法所得1.15亿，最终因为垄断，上海信宜被罚没1.66亿，就是把1.15亿罚完之后，恐怕还得再加几千万的罚款。那这1.66亿咋构成的呢？1.15亿是违法所得没收，罚款是2023年销售额的10%，但是减轻80%的征收，也就是5034万。实际上还是罚的轻了，因为他卖了25亿啊，他价格涨了20倍，你才罚他5000万，那这不给人感觉是罚酒3杯，变相的鼓励，因为他涨了20倍，他卖25亿，你罚他5000万。那上海信宜它的背景呢？天眼查显示说，上海信宜由上药信宜全资控股，而上药信宜则是上市公司上海医药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药在垄断涨价这市场算是驾轻就熟，低价药、高价药都要吃一波。上海信宜在2016年就因为协议垄断被罚了一次，而另一子公司上海第一生化也是高手。2023年12月，上海市监局一个12亿的罚单揭开了上海医药更离谱的涨价。当年罚了12亿是为什么？那个涉案的药是注射用硫酸多粘菌素 B， 是一种广谱抗生素。这个原料药靠进口，药品生产也停了很多年。原料进口方是武汉汇海，占到原料药进口份额的98%。2015年，武汉汇海和生产商上海第一生化，也就是上药第一生化商量恢复这款药的生产，双方一拍即合，开始恢复生产。靠原料药垄断，上药第一生化基本是唯一生产商，市场份额100%。那你是整个垄断了，这个药只有他们一家生产，你要想生产，对不起，没有原料，原料是另外一家武汉汇海，他不给你原料。你看上下游全垄断，那药怎么卖？说国外卖100多元一支，换成人民币，这个在国外已经是黑心厂家，卖太贵了，100人民币。而上药第一生化首个省份挂网价，不要吓到，在国外卖100人民币一支都是黑心。这个上药第一生化在我们第一个省份挂网价是2303元一支，直接就是23倍。你外国人100块就是黑心，那我们是它的23倍，黑23倍。这还没完，后来还涨价到2918元一支。有人算过，每一克原料可以做15支药，每一克做15支，那这款药克重单价
达到了43770元每克，这个可比什么黄金比什么都贵，它1克就卖43000。但是武汉汇海从国外进口这个原料价格是多少呢？73到94元之间每克。你要这么一算，你这得涨了多少倍？涨了5000倍，这是什么概念？说大家都要赚钱，于是武汉汇海经过近40家公司层层转包，硬生生把不到100元每克的原料药加价到1.8万到3.5万，卖给了上海第一生化。然而上药第一生化再加价卖到了医院里，而且越来越好卖。2022年这款药卖了18亿，上海市监局给他罚款4.6亿，4.6亿又是罚酒3杯，因为他一年就卖18亿，你罚他4.6亿，也不过是一年销售额的25%，1/4。加头老师偷税漏税好像500万吧，最终是罚了900万。那么这是孤立吗？不是，最近几年医药领域反垄断这个案子频发，也就是说医药领域的垄断有多严重呢？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21.63亿，有1/4发生在医药领域，罚没金额17.7亿，占全年罚没总额82%。为什么这几年罚款这么多呢？2018年原料药反垄断最大的罚单也只有1280万，现在动不动罚单就过亿，因为这个量大，销售额高，因为你罚款跟销售额有关，罚10%、20%，也就是垄断越来越厉害。我们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只能感觉中国人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你要进了医保，那个药不是特便宜吗？那医保都是那些人都跟那个药厂谈判，都在那1毛1分1分的谈，感觉好像在为人民服务啊。那怎么谈了半天，他们想涨价就涨价，都几百倍、几千倍的涨。你说这是什么一个体制？就为什么这么是反过来？就我们的印象里面不都是这些很多药厂原研药还什么都活不下去嘛？因为医保把它价格打太低了。那怎么是这个就是一边是医保把这个价格压得好低，一边是怎么进了医保的这企业成百上千倍的涨价呢？这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对吧？医保局灵魂砍价每年都是热点，甚至大家对极端低价药还抱有同情或者怀疑的态度，担心药效以及后期研发投入问题。结果老百姓遭到药企的背刺，尤其是上海医药这样的国资控股的药企。上海医药是上海国资委的，都这么玩。你要说是福建莆田的，我们还能理解。这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要黑心，把那个黄焖鸡里没吃完的这个蘑菇肉拿出来给下一波人吃，把那些不合格的厂家生产留下的料头再生产成卫生巾或者是一次性内裤，当做全棉什么内裤卖给加头老师。你说这些也就算了，这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来个药几百倍涨价。你要这么一想，那个600多的照相机最后中标价是14000，好像也挺合理的，是吧？涨了20倍嘛，这药人家一涨也是20倍。所以是不是他们婆罗门或者这个社团他们是约定成俗的，涨价就是20倍，就跟烧鱼股一样的，后面加个0就完了，别那么麻烦。咱这是加个0再乘以2，别费劲，好算，比烧鱼股好2倍。说来说去还是缺乏监督，缺乏有效的监督。或者就是说咱们现在是缺少马斯克这样的监督。马斯克在美国没有用武之地，屈才了，他找不到证据，但是又要急于表现自己的业绩，所以他只好发动什么群众斗群众，在网上开始那个叫未审先判，先把对方打倒斗之后，这个说来说去就是因为他手上没有过硬的证据。那这一点在咱这儿不存在，那证据一抓一大把，全是实锤。所以这么一看，各行各业怎么能用一个黑心2个字就描述完了呢？一个黑心2个字就不足以描述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